上幾集我哋學識咗關鍵字研究、寫SEO文章同埋網站速度優化，但你做完呢啲之後，點知有冇效呢？今日我會教你設定 Google Search Console， 呢個係 Google 免費俾你嘅工具，可以監察你嘅網站排名表現。設定一次，終身受用。Google Search Console 係咩呢？簡單講，佢係 Google 免費俾網站主人嘅工具，幫你了解 Google 點樣睇你嘅網站。以前叫 Google Webmaster Tools， 2018年改名做 Search Console。佢有4個主要功能。第一，睇排名數據，你嘅網站喺 Google 排第幾，邊個關鍵字帶嚟流量。第二，檢查索引狀態， Google 有冇收錄你嘅網頁，有幾多頁被索引。第三，發現問題，手機版問題、載入速度問題、安全問題。第四，提交 sitemap， 主動告訴 Google 你有邊啲頁面要收錄，完全免費，做 SEO 一定要用。點解你一定要裝 Search Console？ 如果唔裝，你就係盲做 SEO。唔知 Google 有冇收錄你嘅網頁，唔知邊個關鍵字帶嚟流量，唔知排名升定跌，出咗問題都唔知。但裝咗之後，你即時知道收錄咗幾多頁，清楚睇到邊個字帶嚟最多人，追蹤排名變化趨勢，第一時間發現並修復問題，用數據做決定，唔使靠估。舉個真實例子，一間花店裝咗 Search Console， 發現觀塘花店呢個關鍵字排第8，佢針對優化呢個字，2個月後升到第3，每月多咗40個客。而家開始第一步，註冊同驗證你嘅網站，只需要做一次。首先去 search.google.com/searchconsole， 用你嘅 Google 賬號登入，然後冚新增資源，輸入你嘅網址，跟住選擇驗證方法。Google 需要確認你係呢個網站嘅主人，通常幾秒到幾分鐘就完成驗證。驗證方法有幾種，揀一個最方便你嘅就得。我最推薦 HTML 標籤方法。Google 會俾你一段 meta 標籤，將佢貼到你網站嘅 head 入面。如果你用 WordPress， 可以喺 Yoast SEO 插件入面貼入，超簡單。第二個推薦方法係 Google Analytics 驗證。如果你已經裝咗 Google Analytics， 揀呢個方法就自動驗證，最快最方便。第三種係 DNS 記錄驗證，去你嘅域名管理，例如 Cloudflare， 加入 Google 俾你嘅 text 記錄就得。驗證完就可以開始用，設定一次永久生效。第二步，提交 sitemap。sitemap 係一個 XML 檔案，列出你網站所有頁面嘅清單，等於俾 Google 一張地圖，令佢更快更全面咁收錄你嘅內容。如果你用 WordPress 加 Yoast SEO 或者 Rank Math， 佢會自動生成 sitemap。通常喺你嘅網址後面加 /sitemap_index XML 就揾到。提交步驟好簡單，登入 Search Console， 左邊揀 sitemap， 喺新增 sitemap 入面輸入你嘅 sitemap 網址，冚提交，等狀態變成成功就搞掂。提交完之後， Google 會更快收錄你嘅新內容。第三步，檢查索引狀態。喺 Search Console 左邊揀網頁，英文叫 Pages， 呢度會顯示你嘅頁面被 Google 索引嘅情況。已建立索引嘅頁面代表 Google 已經收錄，會出現喺搜尋結果。未建立索引嘅頁面代表 Google 知道但未收錄，你要了解原因。如果有錯誤，就代表有問題導致 Google 無法收錄。你要定期檢查，確保新頁面有被收錄。記住，如果你嘅頁面冇被索引，再好嘅內容都冇用。第四步，睇成效報告。
呢個係 Search Console 最有價值嘅功能。成效報告有4個關鍵指標：總點擊次數，即係有幾多人喺 Google 冚入你嘅網站；總曝光次數，你嘅網站喺 Google 出現咗幾多次；平均點擊率，即 CTR， 曝光之中有幾多人真係冚入嚟；平均排名位置，你嘅關鍵字平均排喺第幾位。點樣用呢啲數據呢？冚查詢分頁，你可以睇到所有帶嚟流量嘅關鍵字，排名高加點擊多嘅就係你嘅明星關鍵字，繼續做好。曝光高但點擊低嘅就係機會關鍵字，要改善標題同描述。排名喺8到20位嘅就係快要上首頁嘅字，再推一把就得。第5步，用 URL 檢查工具。喺 Search Console 頂部嘅搜尋欄貼入你想檢查嘅網頁網址，等幾秒就會顯示結果。你可以睇到呢頁有冇被索引， Google 幾時最後嚟過，手機顯示有冇問題，同埋有冇結構化數據錯誤。最重要嘅功能係要求建立索引。如果你新發佈或者更新咗一頁，可以冚要求建立索引。Google 會優先爬取呢頁，唔使等佢自己慢慢發現，可以快幾日被收錄。裝完 Search Console 之後，你可能會見到一啲常見問題。第一種，已發現但目前未建立索引。Google 知道呢頁存在但未收錄。解決方法係確保頁面有獨特內容，同埋有內部連結指向佢。第二種，已檢索但目前未建立索引。Google 睇過但覺得唔值得收錄，呢個情況你要改善內容質素，加更多有用資訊。第三種，被 robots text 封鎖，你要檢查 robots text 有冇誤擋重要頁面。第四種，被 noindex 標記排除，如果你想被收錄，移除 noindex 標籤。如果你嘅新網站頁面零曝光零點擊，唔使驚。通常要2到4個星期先有數據，耐心等待。最後俾你幾個進階使用貼士：第一，每個禮拜睇一次成效報告，養成習慣，追蹤排名變化。第二，善用日期比較功能，比較呢個月同上個月，排名趨勢一目了然。第三，唔好淨係睇總數，要逐頁逐個關鍵字分析。第四，配合 Google Analytics 一齊用 Search Console 睇排名， Analytics 睇用戶行為，互補不足。第五，新文章發佈後即刻去提交索引，唔好等 Google 自己慢慢發現。記住，數據驅動嘅 SEO 先係真正有效嘅 SEO。而家俾你一個即日行動計劃，今日用5分鐘去 Search Console 註冊同驗證你嘅網站，然後用2分鐘提交你嘅 sitemap。聽日用 URL 檢查工具檢查你最重要嘅5個頁面。今個禮拜睇一次成效報告，記低你嘅基準數據。之後每個禮拜養成習慣，登入睇一次報告，只需要5分鐘。設定一次，長期受益。今日你學識咗點樣設定同使用 Google Search Console。Search Console 係 Google 免費嘅 SEO 工具。你學識咗註冊同驗證網站，提交 sitemap 令 Google 更快收錄，檢查索引狀態確保頁面被收錄，用成效報告追蹤排名同流量，用 URL 檢查工具主動提交索引。記住，有數據嘅 SEO等於有方向嘅 SEO。下一條片我會教你本地 SEO 點樣令香港客揾到你。如果你係做本地生意，例如餐廳、花店、診所，呢集一定要睇。記得訂閱排名攻略 HK，冚埋個鐘仔，我哋下條片見。